一下俺能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的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能念哦。长照补助，长照补助，长照补助，专线，专线，专线，符合资格，符合资格，符合资格。辅具，好，这个辅具呢，南部跟北部有不一样的说法。辅器，辅器是南部的说法，北部呢，辅器，辅器。好，第五个呢，轮椅，轮椅，轮椅。第六个，助行器，出行器，出行器。阿爸，好。我想买出行器，这谈讲政府有补助没？错啊，做得打1966，也是长照专线。做乜个要打电话呢？做唔得同人听书没？也是专门嘅电话，但是我有专门嘅人同服务。安尼，都做得申请补助的没？专人会根据嘅情况提供补助。有样啊，冇样啊，系安尼都改骗你哦。系讲生活度有乜嘅问题，也是唔方便嘅地方，都做得打电话来，唔是坏事哦。看起以上嘅样片，俺哋来学习一下几句常用嘅对话。首先，也是专门嘅电话，这是专门的电话。这是也是专门的专门嘅电话，天发。这个天发一定要学起来。我们生活中在公务部门呢，常常会用到这个词汇。好，那整句呢，这是专门的电话，也是专门嘅天发，也是专门嘅天发。下一句，打去就会有专门嘅人同服务，打去就会有专人替您服务。打去，这时候的打去指的是电话打过去。打去就会有专门的人呢，专门嘅人替您服务呢，同服务。好，整句来试试看哦，这句有点难哦。打去就会有专门嘅人同服务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整句咯，请你跟着我念哦。打去就会有专门嘅人同服务。好，注明記，專人會根據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專人會根據您的情況提供補助。專人會根據您的情況。嘅情況提供補助，好，整句咯。專人會根據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再次哦，專人會根據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好，以上呢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常用句型的练习，记得多听多练习。